我们全民健康检查的话是40到64岁每3年一次，那65岁以上呢就是每年都可以做。因为我们要服务我们37区的市民朋友，所以我们37区呢都会来办理，而且是有结合卫生所，我们37区卫生所通通都会办理。所以我们叫行动医院全民健检，就是把病院开到你的社区，来帮咱的民众来做健康检查，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说把视力值做检测出来之后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分流的动作。它如果是屈光未矫正，就是说度数没有配好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转接到验光所。那它如果说是那个眼疾的话，我们就把它转接到眼科。那我们除了远方视力、近方视力，我们这次还针对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多做一个阿姆斯特范格表，然后希望提早能够出现，就发现说，他是不是有黄斑部的问题，然后提早把它转介给眼科去做后续的处理。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那个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服务的话，希望能够对市民的视力健康能够有很大的帮助。先讲哦，老人联动哦，平时当来挂号做好，这是最好，这服务做好。所有的以前的服务，到今年呢，感觉呢报就上好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行动医院已经执行20年了，应该有了哈，20年了啊，所以说累积了相当多的有用的关于市民的健康的资料，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料库。但是对于市民来讲，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健康检查的机会，能够早期发现疾病，早期治疗。我们说很多市政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则治疗，无则继续保持健康。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这个台南市政府独一无二、这是非常好的政策，又实施了很多年，照顾市民的健康。我们希望说，对于行动医院，我们绝对是挹注更多的经费来帮忙。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预防重于治疗，早期检查出来有问题了，早期借着健康行为的改正，或者是借由医生的介入的治疗，这样子的话，就对于市民朋友不会变成亚健康，甚至变成疾病的状况才去治疗。那对于政府来讲，这样也节省了许多的医疗支出，那是非常一举两得的事情。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去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古都马拉松停办。今年疫情稳定，将在3月6号会在5点半正式开跑。副市长戴谦在上午的记者会，嘛感谢台湾港务公司、台南市体育总会以及各界协助，让古都马拉松今年会当举行。伫即礼拜3月6號，2022年的副都半馬會伫永華市政中心西邊的廣場正式開始。副市長戴謙代表市長會特出席這擺行政記者會，並特別感謝台灣港務公司、閣有台南市體育總會，也閣有各大贊助廠商的協助，互伫今年會當疫情較無嚴重的前提之下，互比賽準備要順利開辦。那去年因為這個疫情是有稍作的一些變動但是今年呢我們期望在這個3月6號呢就能夠5點鐘來舉辦這個活動那在這個地方呢，我們要特別謝謝我們這個台灣港務公司呢再次的這個跟我們合作，然後呢規劃這個路線，讓我們這個路線呢能夠進到這個安平山港去體驗這個無敵海景無敵海景，還有呢這個港務風貌嶄新的這個雅果遊艇城。台南市局局長鄭成輝表示，為着要落實防疫工作，所有的選手攏必須愛至少注射過一劑疫苗滿14天，並伫咧動工的時陣愛交健康的證明，讓大家會當享受安全健康的戶外活動。出席伫台南的馬拉松好手吳瑞恩嘛透過記者會提供專業的建議，和準備要參加比賽的選手。這團
我以往是在第一个水站就会先拿水，对，所以拿起来喝，不然就是拖一下身体做降温，那都对成绩都会有蛮好的表现。过去伫咧比赛中提供的美食受到真侪选手的热烈欢迎，今年嘛伫17.5公里处准备美食提供予选手来享用，同时嘛提醒大家伫咧礼拜时阵若拄到比赛用路，爱麻烦市民朋友会当互因鼓励并适道来行。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召开定数委员会，确定第3届第12次的临时会，3月9号到18号将伫个新营民治艺术厅召开。市府提案57件，将全部提请大会审议。台南市议会第12次临时会第1届定数委员会1号下午伫个召集人议长郭信良的主持，包括委员李中琴、罗坤福、蔡玉辉、柯玉林、陈坤和、吕维应甲郭宏仪出席。市府则是由副市长戴谦甲秘书长方进成带领相关的局处来列席。会中针对议定的草案来讨论，确定第12次的临时会将于3月9号伫个民治艺术厅来召开。3月18号，在我们原则在新营民治厅呢召开这次的临时会3月9号到18号。那我们先来呢确定这个议事日程。这届临时会市府总共有57件提案，其中53件是政府款案，预算金额总共超过10亿2千万。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过去社区的长辈若出外旅游，拢是坐游览车佚佗，踅一寡名产就倒转来。所以市府社会局特别结合12个行政区的休闲农业、观光工场等19个景点，推出适合长辈轻旅行，欢迎长辈时代小姐做伙报名参加。但市除了鼓励长辈行出来参与社区关怀据点的活动，更进一步结合休闲农业、观光工场等单位，推出适合长辈旅行景点。除了娱乐休闲，佮兼顾知识的学习，上午市府甲民间合作，将12个行政区19个景点的地图点互光，向前谈市乐龄健康生活、甲地方观光做伙发展，共存共赢。请启动据点新旅行长辈共游序正式开跑。我们也期待透过本次的产官合作，象征着台南市乐龄健康生活与地方观光永续发展。我们真的要让这个长辈出去玩透过政府的这个因势利导，能够让这个长辈的休闲游憩能够更有好玩的地方，更有一些知性跟感谢。你看可以看到这些生态教育农园养殖场文化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长辈除了这个去上车睡觉，下车或者在车上唱个卡拉 OK 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玩乐之外，他能够学到有些知性的这个知识或者是我们的观光工厂观光工厂有很多真的很好，除了好玩，里面又有一些知识性的部分。为了方便长辈了解相关景点甲行程，社区嘛特别印制文宣，同时提醒长辈到景点旅游搭配敬老卡，也可以当免费坐公车，而且公立景点还有免门票，起来是半票优待。会中市长嘛推荐侪景点的特色美食甲伴手礼，希望伫旅游过后嘛甲亲朋好友分享台南的美好。欢迎小姐报名，互生活更加精彩丰富。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永华里是全台湾上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大部分的居民伫遮徛起拢超过1甲子。为了应用当地超高龄的现象，里长郑卓燕除了扩大关怀老大人的服务，今年嘛打算投入失智长辈艺术治疗，伫个母亲节进前规划老人画展。
一礼拜一摆，樱花里邀请里来轻中度的湿地老人来活动中心，佮并请安迪斯乐团来教因打击乐，希望透过音乐的节奏刺激中辈感官，提升手感的协调。里长郑秋恩表示，当中90岁以上到3位，80岁算有气。特别伫里内透过现代研究，叫做草草老社区，除了独居老人多，湿地长辈问题更是严重。所以除了音乐，伊嘛打算伫母亲节进前规划老人为奠定一连串活动，其中就预计收集15位接受半档画图训练的时段来投入艺术治疗，让外界看见因延缓老化的成效。透过不同的活动，想要让那个失智症的长者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延缓。那发现这个，黄云浩老师的行动工作室，他来这边做研究，是根据有轻度失智的长者半年内的研究，每个礼拜一次，2个半小时，让他们画画。那从不同触感的材质，铅笔、色铅笔啊、细色笔到粗的彩色笔，到最后的油画，我们都很惊艳，因为发现真的效果很好。对那个超高龄的时代哈，我们黄伟哲市长真的对老人这个区块很用心哈。我们中医区哈20里哈就有13个里哈，老人人口超过20% 以上哈，属于超高龄啊。里长的话真的很用心哈，对这个老人这个健康促进哈很用心哦。不定时的话会举办一些活动哈，肯定我们里长的用心了哈。我们希望里长继续来用心哈，服务这边老人哈。在里长收藏老人创作过程，有热心的民众嘛找出一包伊伫厝内珍藏50-60档的画作，也就是1937年伫南京所举办第2摆全国美展的作品，互大家大开眼界。我上网甲搜寻啦，应该是因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画图，应该是无毋对，但是我还未去摕到图录，袂当确定。我有摕互看过，伊讲这把图要100档啊。保存啊有够无简单啊！伊讲相当不简单。嘿啊，大家看者，我放地方到放，从民国50-60年代买的啊，到现在都没有拿出来过。根据了解，针对艺术治疗团体运用伫湿地长辈效果，拢持续有咧做研究。所以不管音乐，或者是画作的训练，伫湿地老人不断提升的情形，拢提供政府相关机构一种真好的参考。台南新闻阮籍何超邦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市环保局美学班用回收纸做纸张，然后雕塑成纸雕艺术品。虽然不是使用一般常见的石材、金属、玻璃、纤维等等，但是呢做出来艺术品真特别，嘛为环保局带来不少的收入。透过报道，咱做伙来看卖。恐龙、乳牛、花干啊，甚至是花蕊，其实这个艺术品的制作原料，全部拢是以回收的纸张再制而成。经过台南市环保局美学班成员的卡手功夫，各种模样毕竟艺术创作，就安尼呈现伫大家眼前。尤其利用回收物来创作，不但环保，而且更加省钱。我们这个作品我们是去那个回收厂我们平常时我们丢掉的保丽龙，还有一些回收纸，我们把它拿回来再创作。这个它不是玻璃纤维做的以我们这个纸塑作品我如果去请外面的玻璃纤维来做，它大概是10万块的价钱。然后我们这个回收的材质下去做的，大概是1/4的价格，然后又可以达到我们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又可以环保。除了各形各色、一比一大小艺术创作以外，台南市环保局阁正大兴推出客制化的服务，民众只要提出想要制作的物件，环保局美学班就会当代工制作。
我们去年也推出了客制化服务，假如说你有想要做什么样的小公仔、大公仔呢，都可以来找我们美学班。那我们美学班呢，会先依您的图还有尺寸去做报价，那您可以接受的话，我们才会开始制作。那像这一只可爱的小老虎呢，它也可以做成就是有存钱筒的感觉，对，那这样给小朋友呢也是蛮有教育意义的。相关的讯息呢，都可以上我们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看到这纸雕艺术品，观众朋友是不是也想要家己动手制作看卖？甲你讲一个好消息，环保局美学班也特别为民众规划了19项 DIY 课程，趣味的内容正适合各个年龄层。台南市环保局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做伙将粪扫变黄金。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国际知名的百老汇音乐剧《猫》3月10号到13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连续演出6场。猫剧两位重要的演员特别出席记者会，除了邀请大家去感受音乐剧的魅力以外，嘛希望伫开演进前来参访美丽台南古都。这摆是第6摆来到台湾的百老汇音乐剧《猫》。嘛是伫2007年、2019年到2018年了第4摆来到台南，对3月10号到3月13号准备伫台南文化中心连续演出6场，其中剧内面的女主角 Joanna Ampere 佮有 Anne Round 主角 Will Richardson 特别来到现场，甲大家见面，嘛会当利用演出前有闲的时间来到台南感受一下古都之美。是历久弥新的一出音乐剧哈。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个Joanna 跟 Will 也是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剧场里面这个音乐剧里面的男女主角，这次也特别到台南的现场里面率先跟大家见面，来介绍我们这次在这个音乐剧上面演出的一些特别的状态。那台南这一次也非常开心哈，因为台南作为将近快要迈入400年历史的一个古都，我们非常开心能够跟这个Kate 在这里的演出是已经历经在全球已经有40年的历史，所以在这个旅程里面可以演出一个历史悠久又历久不衰的音乐剧，我们非常的开心哈。这摆主办单位宽宏艺术透过甲台南市政府也有台南市关会中心的合作，只要伫3月8号到3月9号2天到台南小东关会时完成关会的话，就当得到3月10号到3月11号的票，限量拢总100张。伫记者会的最后，演员佮有台南市分别拢准备拍手礼来互相表示感谢。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利用时间做伙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欣赏国际级的视听响演。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农历2月2号，土地公生，中西区仁厚进福德祠今年第1届举办金龟跋杯比赛，准备大大小小总共13只纯金的金龟，互信众来跋杯，再回去厝内供奉一顿，招财招福气。位伫咧中西区府前路巷仔内底仁厚进福德祠，创庙至今已经有200多栋。今年首度伫咧福德进行圣诞举办招财黄金龟跋杯比赛，制出1只3钱、3只1钱，以及9只0.5钱黄金龟，总共13只。活动将伫咧3月4号上午10点开始，互信众跋杯，跋出上侪杯的人，会当将招财黄金龟炸回去厝供奉一顿。用跋杯的形态哈，就是看谁的杯数最多，然后把它请回去保平安发财这样子，然后隔年的话再拿回来，再请回来归还，然后有押金，需要有押金。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背光这边大背光是第一次办这个活动啦，所以也就是不晓得情况怎么样，但是相信如果背光要让他跋杯带回去的，因为我们有分3钱、1钱跟0.5分的，然后一定是。背光要挑选他喜欢的人，觉得不错哪个人哈，然后保他平安发财，然后。除了黄金龟，庙方嘛有准备6只金钱龟、1只30斤的米龟、6只1斤重的饼龟，以及100分发财金，提供予民众跋杯领取。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基美学中心升级医学科自行开发出一项 AI 预测的系统，透过精准的预测，选择上好的植入胚胎数量，会当提升有新的几率，带大家做伙来了解。根据国健署资料显示，
不稳症伫台湾大约占比15%左右，平均是每6对就1对。真侪不稳的翁仔某会选择接受人工生殖方式，希望会当成功有囡仔。了到病院，医师会建立治疗卵子以及精子，以提高怀孕率。但是有可能造成多胞胎，互妈妈有危险，也则是造成家庭经济负担。奇美医学中心生殖医学科就特别开发出一套 AI 人工生殖植入前怀孕率与双胞胎几率预测系统，用来分析怀孕率以及双生的几率。试管婴儿疗程过程中取得的卵数，或者是他先生精虫的状态，他如何受精的方式，比如说他是使用 IVF 就是人工受精，或者是 ICSI 就是显微受精等等的这些疗程中的这些发生的事情，也会影响到他最后怀孕的成功率。那我们研发的这个 AI 预测怀孕率的系统呢，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胚胎植入之前，帮助我们的患者可以去理解说，那如果我现在挑一颗这样子形态、这样子品质的胚胎来去做植入的时候，它能够获得的怀孕率有多少？那或者是说我应该要挑2颗。怎样类型的胚胎再去做植入，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怀孕几率？我们希望我们植入适当的胚胎数，可以让我们这次植入的怀孕率可以提升。那但是植入的胚胎数又不能太多，不然会提升太多的双胞胎的可能性。有些人是喜欢双胞胎哈，但是呢，双胞胎如果顺利生下来，大家都会很开心，但是后续而来的经济压力当然也是很繁重。阮仁宇医师说明，人工生殖治疗流程繁杂，每一个环节拢有可能影响到最后怀孕结果，而且试管婴儿疗程成功几率，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尤其受到年龄、卵巢功能影响上明显，其他因素如精液品质、不稳诊断、生活形态等等，对着试管婴儿疗程成功率有相当程度影响。因此 ，AI 具有学习能力。会当运用复杂演算法学习，所以特别适合应用在资讯量非常大生殖医学领域，结合人工生殖甲人工智慧技术，相信 AI 预测系统将会是未来的趋势。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体重相当是现代人定期的通病，除了影响外观，嘛是健康稳形失手，真侪疾病拢甲肥胖有关系。现主是除了西医、甲外科的手术减重以外，台南市立病院中医师曾硕平嘛分享用针灸合并中医的治疗，提供体重上过重的民众来做参考。正确的减重，不管是中医或者是西医，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评估，而且针对个别的体质、甲生活形态，制定个人化的减重计划。台南市一名31岁林小姐，因为体重过重，一开始透过饮食的控制，加轻度的有氧运动，但成效无好，一直甲走路会喘，甚至脚头有会酸会痛，才寻求中医的协助。经过台南市立病院中医师曾硕平的辨证下药，透过针灸合并中药的治疗，一冬内已经成功减重20公斤。很重要，主要是还是会以麻黄或是一些代谢水分的药为主，然后那麻黄这个药它比较是针对增加代谢，然后抑制食欲的部分。所以呢，如果像针对说一个患者，他如果今天真的吃很多咸酥鸡，吃很多高油脂的食物，那今天要配合吃个螺丝鲜，来排掉这个油，那 OK 那蛮适合的。如果今天他这个患者他是吃淀粉类吃很多，那配合这个螺丝鲜吃效果就不会很好。所以还是要看个别的形态。曾医师强调，虽然西医嘛有真侪减重的药物，但减的看是对优质或者是淀粉类有效。亲像林小姐较无法度控制食欲，中医就用麻黄来抑制伊的食欲，但麻黄有一定的剂量甲副作用，一定要经过中医师的评估。台南新闻林根许曼珍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